三立青上将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8人不幸发生灾厄，总统蔡英文赶紧取消3天竞选的活动，要来稳定军心，确保国军会当调度指挥拢正常，袂因为这件代志去影响到。过去历史记录，咱嘛看到国军发生几落届严重的失事事故，像1974年陆军总司令于和将飞行机失事跋渡行路，迄当时伊的侍将官也就是落尾国防部部长高华珠，伊嘛受伤，伊无顾家己的危险走出来化救命，伊的顶死才互人救到。也有1990年18官兵伫咧婚林失事，会当讲是国军上届严重的军机失事事故。5年后，也有一架飞行机为着前总统李登辉升起花灯视察，因为迄当时天气无好，伫咧随风弄山，3个人不幸殉职。直升机失去控制，这个画面是看了真惊人。军方的直升机失事造成军官受难的事件是袂少，互人印象上深的是1974年12月27号的昌平演习，造成13名将官受难。当时的陆军总司令于和将也因为飞机失事造成终身半身不遂。失事的过程当中，伊的侍从官高华跳虽然受到重伤，也是真拼命来向外口来求助，最后才来挽救于和将的性命，嘛互伊落尾啊真受到长官的信任，几多年了后来担任国防部长。16年后，阁发生一件重大飞行机失事意外。1990年，一台载真侪官兵的空中运输机滑落去森林的甘蔗园，造成规台飞行机的人拢总受难。事后，甘蔗园的主人阁伫咧事故的地点来起18将军祠，当作纪念，会当讲是历史上国军上严重的一摆军机意外。经过5年，一台为前总统李登辉前往花东巡察的直升机，因为天气无好，伫咧随风山区弄山，造成3个人来受难，当时嘛引起争议。还没有，还在找。最近的一件是伫咧2007年的4月，一台运输直升机弄到警广发射塔，挂伫咧高雄基山，伫咧直升机顶悬，连陈明同上校总共8名部队的主官拢无逃过死劫。如今乌鹰直升机遮尔侪位将星，却意外来过身，互各界感觉遗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